亲爱的色泥区父老乡亲们，这是一个离别的季节。2019年7月，第9批杭州援藏工作组来到那曲市色泥区开展对口支援工作。从鱼米之乡到世界屋脊，从西子湖畔到羌塘草原，3年来，他们的足迹遍布色泥每处角落。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情，仿佛刻在脑海，在即将临别之际，又一次浮现眼前。扎西22岁了，长高了足足22公分，真开心啊！扎西得了啊！尼玛扎西现在是一个阳光、健康、自信的大男孩，但在3年前，他因为脊柱严重畸形，身高仅有135厘米。那时，家人带着尼玛扎西四处求医，高昂的医疗费用使他们望而却步。他现在都让你来那样的，讲着些那个就是没了新的，甚至我妈子空了的，甚至找谁的。他呢，听到那个大哭我，看他说那口样的我。再次感谢援藏工作组还有萧山中医院，让我抬头挺胸，重塑人生脊梁。抬头挺胸，重塑脊梁。第9批杭州援藏工作组的到来，累计为25个藏族孩子带去了信心和健康。与此同时，他们还成立了首个西藏海拔最高内分泌专科，为当地的牧民群众和藏族同胞，提供了健康安全保障。除了在医疗帮扶上取得显著成果，工作组还同步开展了多方位的援藏措施，推进着那曲医疗、教育、民生、产业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今天，卓玛和爸爸到学校咨询下半年卓玛准备到内地海量援藏班求学的事情。他论的是那，那了不着那不，这个是杭州去的，这了不着那是那，浙江杭州去诸暨去天马，那么这条的。西藏首个民办区县级援藏班的成立，为那曲的孩子提供了一条新的通道。通过教育走出去的方式，为当地农牧民群众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2020年3月30日，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口罩物资紧缺。羌塘京康口罩生产线在色泥区投产运营，这里是全球海拔最高口罩生产线，而同样引人瞩目的还有它的建设速度。从洽谈合作到成功投产仅用了15天，足以彰显了杭州速度。除了京康口罩厂带动当地困难群众就业之外，第9批杭州援藏工作组还打造了政府主导、援藏落实、企业主体、部门协同的异地就业杭州模式。喂，你好。399-1580是色泥市民服务热线，也是西藏首条区县级市民服务热线。热线开通后，工作的快捷便利以及群众的满意程度都成倍提高，如今早已成为牧区群众牢记的号码。援藏工作组还创建数字色泥一张图，涉及基层党建、信访、医疗、教育、基层治理等各领域，不仅提高了色泥区科学决策水平，又提高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第9批的杭州援藏组走村入户，真心的用情解决群众的所需所盼，也为咱们色泥区的干部作风带来了新风气。
家喘个气啊，不容易的啊。世界问你是谁，来自哪？杭州在哪里啊？我找不到。就只能绕过来。去何方？今天看到色泥区日益便捷的生活，人们脸上洋溢的幸福笑脸。援藏工作组在倍感欣慰的同时，他们也比谁都清楚，这是杭州援藏人在生命禁区迎着晴雨变幻、干燥圈养、物质匮乏、路途难测，一步一个脚印，躬耕雪域换来的。一批批杭州援藏人用行动和付出回答了援藏的初心与使命，奋力谱写出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援藏新篇章。张太君，有没有特别想我呀？宝贝，爸爸想你们喽。我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模样。当炬火去化作